我係李成，北京著名嘅主廚。我從15歲就開始喺廚房工作，如今已經45歲啦。我曾為無數總統同世界級嘅商人烹飪美食，所有人都稱讚中國菜係所有亞洲菜系嘅根基。老撾、越南、日本、韓國無一不受到我哋嘅影響，台灣菜亦係如此。喺我睇嚟，佢不過係將濃烈嘅醬料同米飯、麵條混合喺一齊，冇好似我哋中國菜咁樣複雜或深厚嘅底蘊。呢次我受邀擔任台北亞洲美食大賽嘅評審，因此嚟到台灣。其實我一啲亦唔想嚟。喺我心中，台灣只係一個充滿遊客、交通堵塞、路邊小食不衛生嘅彈丸之地。但主辦方堅持我必須到場以示公正。我心裏嗤笑，有乜嘢公正可言？台灣菜如何能同中國菜相提並論？飛機喺桃園國際機場傍晚時分降落，我疲憊地走出機艙。濕熱嘅空氣像火爐一樣迎面撲來，濃郁嘅醬油同香料氣味夾雜住外面轟鳴嘅汽車聲。我心裏嘀咕，機場閃解傾得咁大，卻管理得如此混亂，人來人往，指示牌亦雜亂無章。我跟住標誌去取行李，但行李車喺濕漉漉嘅地面上滑嚟滑去，因為剛下過雨。走出機場，我叫咗一架計程車去市中心嘅飯店，路上塞車嚴重，雨亦下得好大。汽車、摩托車、自行車擁擠喺街道上，我嘅計程車緩慢前行。我望向窗外，睇到穿住鮮豔雨衣嘅摩托車騎士熟練咁喺車陣中穿梭。我搖搖頭，呢有多危險啊！但佢哋卻面帶笑容，互相打住招呼，仿佛乜嘢事都冇發生。計程車司機係個中年男子，佢磕磕巴巴地講住英語，歡迎您係從中國嚟嘅吧？我點點頭，佢笑得好開朗。台灣菜非常好食，您一定要嘗嘗睇。我心裏冷笑，好食？台灣菜不過係辣、酸、甜，冇中國菜嗰種陰陽平衡嘅層次感。我入住嘅飯店靠近淡水河，房間好豪華，但我仍然感覺唔舒服。我打開電視睇當地新聞，睇到長長嘅車龍，人們擠在一齊等公車。我心想，呢個國家乜嘢都管理唔好。要是喺中國，我哋會有更快更有序嘅地鐵系統。嗰天晚上我睡唔着，雨水不斷拍打住玻璃窗，米酒、麻油同薑嘅氣味從飯店下方飄散上嚟。我皺起眉頭，味道太濃烈啦，唔夠犀利。我起身打開電腦，查看聽日比賽嘅資料，參賽者大多係台灣本地嘅主廚。我又嗤笑一聲，佢哋點能夠同我比？我係李成，擅長川菜同粵菜嘅專家。第二朝早，我早早醒來準備。我下樓到飯店食早餐，稀飯配葉菜、水煮蛋同咖啡，簡單但我喜歡。我想起咗屋企度嘅早餐，小籠包配魚翅羹，咁味道更深邃。去會場嘅路上，我又坐上計程車，仲係一樣塞車。不過呢次司機開住好大聲嘅台語歌，我心裏抱怨，但佢轉過頭微笑。台灣歌好歡樂，我冇回答。會場係某豪華飯店嘅宴會廳，主辦方熱情地歡迎我。一位年輕女士遞俾我一束花，李主廚歡迎您。佢講着流利嘅英語，我點點頭。活動開始，介紹咗評審同參賽者，有嚟自日本、越南同幾位台灣嘅主廚。第一個主題係亞洲菜系嘅根基。我心想，呢就係我嘅機會，我要證明中國菜先係起源。但喺開始前，主辦方宣布，由於颱風影響，一位嚟自日本嘅評審飛機延誤，活動必須推遲1小時。我嘆咗口氣，呢個國家做事真唔準時。等待期間，我走到外面，睇到路邊嘅小食攤排咗好長嘅隊伍。我睇到一位女攤販正喺大鍋裏面炒住什麼，一股濃烈嘅香氣飄嚟。我皺起眉頭，睇起嚟唔太衛生。胡子克夫婦嘅烏蠅飛嚟飛去，但食客們卻笑住，聊得好開心。一個孩子跑嚟買咗一份，然後跑返佢媽媽身邊。我搖頭。咁樣嘅小吃怎會安全？呢個時，主辦方走過嚟，李主廚，要唔要上台灣小吃？我哋為評審準備咗專門攤位。我猶豫咗一下，但為咗禮貌，我跟咗過去。嗰個攤位比我想象中乾淨，攤販戴住手套，新鮮嘅蔬菜整齊咁擺放住。佢遞俾我一小盤新鮮蚵仔煎，我懷疑咁接過大粒嘅馬茄蔬菜，用蛋液混合住醬汁。我嘗咗第一口，味道喺嘴裏爆炸，鹹甜鮮香，出奇地協調。我幾乎唔敢相信自己嘅味覺，
佢簡單，卻比我嘅一啲中國菜仲要平衡。我問攤販，呢食譜係從邊嚟嘅？佢笑住話，正宗台灣古早味，每份都用新鮮食材現做。我沉默咗一陣，原來嘅想法開始動搖，但我仍然不願承認。我心想，呢個只係碰巧，真正嘅台灣菜不會都咁好。比賽終於開始啦，我坐喺評審台前，心裏仍然充滿自信。我要證明中國菜係最好嘅，但接落嚟發生嘅事情，讓我不得不重新思考一切。比賽正式開始，開放式廚房裏飄散住濃郁嘅香料氣味，聚光燈打在舞台上，參賽者們穿住潔白乾淨嘅廚師服，一字排開。我坐喺其他評審旁邊，手裏握住筆準備評分。第一個主題係亞洲風味嘅融合，參賽者必須喺1小時內完成菜餚。第一位係日本主廚，佢做咗融合照燒、醬汁嘅壽司。我點點頭，不錯，但可以預料。接落嚟係越南主廚，佢做咗湯頭香濃嘅牛肉河粉。我心想，明顯受到中國嘅影響。輪到第一位台灣主廚啦，一位名叫阿光嘅年輕人，佢笑得好開朗。喺開始前話，我要做紅燒牛肉麵。我心裏嗤笑，又係牛肉麵，不過係熱水煮，放點濃醬。佢點燃瓦斯爐，火苗竄起，吱吱作響，大鍋裏嘅水翻騰住。佢丟入新鮮牛肉，肉塊被熱氣燙得變色。接住係粗略切開嘅薑片蒜頭，濃烈嘅香氣飄散到整個房間。我皺起眉頭，太粗糙啦，冇好似中國燉湯咁樣耗費長時間嘅精細。佢擠入新鮮醬油、豆瓣醬。紅亮嘅湯汁喺我睇嚟有啲嚇人，但當佢盛入碗中，遞俾評審品嘗時，我猶豫咗一下，先至潷起第一口，味道再次喺嘴裏邊爆發。香濃嘅豆瓣醬不啻喉，新鮮嘅醬油與湯頭嘅醇厚相得益彰，濃郁嘅牛肉同香料滲透其中。我咽下後，幾乎無法相信，佢平衡得如此驚人，冇任何一種味道蓋過另一個。其他評審點頭俾咗高分，我只俾咗中等分數。但心裏開始產生懷疑，為解能夠如此和諧。中場休息時，我走過去同阿光聊天，呢個食譜係跟邊個學嘅？佢笑住話，跟奶奶學嘅，家傳食譜，但每日都用新鮮食材改良。我愣住啦，喺中國，我哋為咗長時間保存味道，大多使用乾貨。嗰日下晝係下一輪，主題係街頭小吃升級至餐廳級。另一位台灣女廚師名叫美麗，佢要做滷肉飯。我心裏搖頭，不過係鹹香嘅滷肉汁配米飯，能食出乜嘢花樣？佢將豬肉切成丁，喺石鍋中用紅蔥頭爆香，發出咚咚嘅聲音。細碎嘅豬肉放咗進去，接住係自製嘅醬油同香料。佢用力攪拌，直到香料同豬肉充分融合。當佢盛入精緻嘅碗中，我品嘗時，滷肉嘅鹹香，米飯嘅軟糯，但卻冇我想象中嘅油膩。醬汁醇厚，與米飯完美結合。我咀嚼住，味道清爽得令人驚訝。我問，滷肉汁點能夠做到不油膩？佢笑住話，用新鮮紅蔥頭爆香，控制火候同清潔度。我諗到琴日睇到嘅街頭小吃，咁唔係污糟亂嘅嘢，而係隱藏嘅藝術。嗰日晚上，我返到飯店，嘴裏仲留住呢股鹹香味。我打開電腦，搜索台灣菜嘅資料，睇到好多使用新鮮香料嘅食譜。我對自己嘀咕，太簡單啦，冇複雜嘅技術。但我瞓唔着，雨聲不斷拍打住玻璃窗，路邊小食嘅氣味飄咗上嚟。我起身穿好衣服，走出飯店，雨下得淅淅瀝瀝，街道仍然潮濕，小吃攤亮住霓虹燈，食客們坐滿咗。我走到一個攤位前，正係朝上喺飯店見過嘅那位女攤販。佢笑住問，李主廚，仲要唔要嘗嘗蚵仔煎？我點點頭。佢喺大熱鍋上炒住米苔目，吱吱聲響，雞蛋打入，迅速膨脹，母雞在鍋中跳躍。佢盛入盤中，撒上花生碎同九層塔。我大口咬下，味道同中午一樣，但更鮮活。我問，為點解路邊攤卻咁乾淨？佢笑住話，每份都洗鍋，食材每日新鮮採購。周圍嘅食客點頭表示贊同。一個孩子跑嚟買咗，坐喺家人旁邊食得津津有味。佢哋開心地交談住，我坐喺攤販旁邊，問起佢嘅生活。你賣咗幾耐啦？10年啦，靠呢個攤位供孩子讀書。我沉默咗，關於路邊攤不衛生嘅想法開始動搖。第二日早上，比賽進入半決賽，
主題係傳統菜肴嘅創新。有一位台灣主廚名叫文睿，佢做咗紅燒牛肉麵，但混合咗日本同牛。我心想呢個係借鑒別人嘅想法，但當我品嘗時，牛肉入口即化，醬汁嘅香氣濃郁，順口但不膩。我不自覺地俾咗高分。中場休息時，主辦方邀請評審去當地嘅美食市場尋找靈感。我唔想去，但為咗禮貌，我跟咗過去。市場好大，新鮮魚貨嘅氣味混合住濃烈嘅香料，人們摩肩接踵，攤販大聲叫賣，笑聲不斷。我睇到一個賣醬料嘅攤位，辣椒乾、新鮮薑黃同翠綠嘅9層塔。主辦方帶我到一個攤位，要唔要自己試試做滷肉飯？我猶豫咗一下，但接過咗鑊子。攤販教我先炒紅蔥頭，然後放豬肉。我炒得太用力啦，醬汁蒸了出嚟。佢輕輕地笑啦，要讓香料慢慢融合。我慢慢地跟住做，香氣漸漸飄散上嚟，比我做過嘅任何一次都要深沉。我問點解台灣菜要用咁多新鮮食材？佢回答：新鮮才能夠體現真味道，而且對健康好。我想起咗中國菜用乾貨嚟保鮮，兩者截然不同。回到會場，我開始更多地觀察台灣主廚，佢哋面帶笑容，團隊合作，互相分享秘訣，不似中國廚師咁樣競爭激烈。決賽臨近，我仍然相信中國菜會贏，但心裏開始有咗一個小小嘅疑問。嗰日晚上，我獨自一人喺淡水河邊散步，燈光喺水面上閃爍，隱約傳嚟台灣音樂。我又去食咗路邊小食，呢次係控肉飯，軟爛嘅豬肉，香濃嘅醬汁，香噴噴嘅米飯。我心想，也許我從一開始就錯啦，但聽日就係決賽啦。如果台灣菜贏咗，我能夠接受嗎？決賽好快到嚟，會場比任何一日都熱鬧，觀眾擠滿咗，電視台嘅記者拿住攝影機準備直播。最後一個主題係未來亞洲美食融合與創新。剩下嘅3位參賽者，一位嚟自日本，一位嚟自越南，仲有一位嚟自台灣，名叫小維，一位總係面帶笑容嘅30多歲女性。我坐喺評審台前，心跳比平時更快。尋晚我失眠咗，嘴裏回蕩住台灣菜嘅味道。我話俾自己，呢個只係考核，中國菜仍然更勝一籌。參賽者開始咗，日本主廚做咗融合松露嘅拉麵，湯頭香濃但可以預料。越南主廚做咗混合當地香草嘅米線，味道順口但冇新意。輪到小偉啦，佢笑得好燦爛。我要做現代台式火鍋，融合咗紅燒牛肉麵同3杯雞嘅分子料理技術。我皺起眉頭，乜嘢融合？我哋嘅中式火鍋先至係鼻祖，用大骨熬製嘅湯頭，新鮮嘅肉片，醃住醬料。佢點燃電磁爐，清澈嘅玻璃鍋裏面湯水沸騰，佢丟入薑片、蒜頭。接住係新鮮醬油同香料，湯汁呈現出紅亮嘅顏色。佢使用咗一個奇怪嘅儀器，注入液氮，湯汁瞬間變成一層層冒住熱氣嘅泡沫，濃郁嘅香氣撲鼻而嚟。佢將切得好薄嘅和牛肉片、新鮮蔬菜、大蝦同糙米線擺入盤中，然後將泡沫狀嘅湯汁澆咗落去，泡沫破裂，露出咗濃郁嘅味道。我不起第一口，湯汁滲入牛肉，入口即化。紅燒牛肉麵嘅鹹香混合咗3杯雞嘅濃郁，但分子技術讓味道喺口中緩慢爆發。我幾乎唔敢相信自己嘅味覺，佢前衛，卻仍保留住純正嘅台灣根基。其他評審鼓掌，我不自覺地俾咗最高分。但接住主辦方宣布咗一個驚喜，為咗增加樂趣，李主廚將同小慧主廚進行一場特別嘅同主題火鍋比賽。我震驚啦，我冇準備。但為咗尊嚴，我接受咗。我迅速衝向廚房，只有30分鐘，我做咗傳統嘅四川火鍋，用豬骨熬製嘅湯頭，四川辣椒油熱氣騰騰，牛肉、大蝦、中國蔬菜。我心諗呢一定會贏。我將湯汁盛入熱鍋，放上肉片，滋滋聲響，辣椒嘅濃烈氣味撲鼻。但當評審品嘗時，佢哋點頭，卻不如對小維那樣興奮。我嘗咗嘗自己嘅火鍋，麻辣，但太過於辣椒，冇台灣火鍋嗰種新鮮嘅酸味。我輸咗，觀眾為小維鼓掌，佢贏得咗冠軍。我呆立住，自尊心受到動搖。我走下舞台，獨自一人坐喺淡水河邊，夕陽將水面染成金色。我腦海裏回響住女攤販嘅話：新鮮才能體現真味道。嗰日晚上，
我返到尋日去過嘅市場，小食攤仍然開住。我買咗一份紅燒牛肉麵，慢慢地品嘗，味道平衡得如此神奇。我問攤販，為點解台灣菜能做到咁平衡？佢笑住話，因為我哋根據季節同食客嚟調整，唔拘泥於固定嘅食譜。我獨自坐住吃，突然電話響咗，係中國嘅助手打嚟嘅。主廚比賽嘅影片已經喺微博上傳開咗，好多人話中國菜輸俾咗台灣菜。我愣住啦，心裏一沉。我打開影片，評論如潮水般湧嚟。中國菜太古老，冇發展，台灣菜因為新鮮同創新而獲勝。我關掉手機，憤怒混雜住懷疑。我走返飯店，雨開始淅淅瀝瀝地下，雨點拍打地面嘅聲音滴答作響。我心想，也許我從一開始就錯啦。美食唔係一場關於起源嘅競爭，而係分享。但聽日我就要回中國啦，我該如何面對呢個事實？我坐喺房間裏，望住窗外台北嘅夜景，燈火閃爍。我做咗一個決定，我要多留一天，多學一啲東嘢。我打電話俾主辦方，我聽日能參加台灣美食工作坊嗎？佢好開心，當然可以主廚。嗰日晚上，我瞓得格外香甜，呢個係第一次，雨聲變成咗優美嘅旋律。新嘅一天喺台北開始，柔和嘅陽光透過飯店窗戶灑入嚟。我早早醒嚟，喺陽台上飲住熱黑咖啡，俯瞰下面嘅街道。汽車開始緩慢移動，但摩托車騎士仍然熟練咁穿梭住。我以前抱怨交通堵塞，但而家卻睇到呢個係呢度生活嘅一部分。台灣人好會適應，唔抱怨，而係尋找解決辦法。我穿上簡單嘅衣服，白襯衫、牛仔褲，冇好似往常一樣穿昂貴嘅西裝。今日我要去華山市場參加台灣美食工作坊。主辦方派咗一輛乾淨嘅小型雙型車嚟接我，司機笑得好開朗。李主廚，早安，我哋去市場。佢輕輕咁播放住台語歌，女歌手嘅歌聲好甜美。我問，呢個係乜嘢歌？佢笑住話，老歌。主廚喜歡嗎？我點點頭，聽住好舒服。車子穿過老城區，木製嘅高腳樓、土地公廟整齊地排列住，人們出門前會停落嚟拜一拜。香火嘅氣味混合住早餐嘅香氣，米飯、烤肉喺炭爐上烤得吱吱作響。我睇到穿住白色恤衫、藍色褲子嘅學生們邊走邊食住飯糰，食得津津有味。我哋到達華山市場，市場喺淡水河邊，人潮擁擠，但好有秩序。賣魚嘅攤位上，新鮮嘅大蝦仍然在籃子裏跳躍，翠綠嘅空心菜，大片嘅九層塔香氣濃郁。小慧主廚喺嗰度等住，佢笑住話，歡迎您，主廚。今日我哋要學做傳統嘅紅燒肉。我點點頭。我哋走進市場後面嘅開放式廚房，一位年長嘅女廚師名叫陳阿姨，笑住歡迎我，嚟跟阿姨學做菜嗎？佢着住碎花圍裙，手好粗糙，但動作熟練。佢點燃瓦斯爐，火苗竄起，佢開始準備醬料，新鮮嘅紅蔥頭、薑、蒜頭、醬油同米酒。佢喺石鍋中倒住，發出咚咚嘅聲音，手熟練咁轉動住，濃烈嘅香料氣味撲鼻。我問，為點解要自己倒，唔用攪拌機？佢笑住話，自己倒鮮香，攪拌機太熱，味道會變。我試住倒，手喺顫抖，醬料漲咗出嚟。佢輕輕握住我嘅手，慢慢轉動，讓香料融合。我慢慢地跟住做，香氣漸漸飄散上嚟，比我以往聞到嘅都要深沉。接住佢將醬料喺熱鍋中爆香，椰子油吱吱作響，接住係濃稠嘅米酒、切塊嘅豬肉、醬油、冰糖同青蔥。佢慢慢攪拌，湯汁沸騰，顏色紅亮。我嘗咗第一口，味道濃郁，米酒嘅香醇，醬油嘅鹹香，甜味恰到好處，辣椒嘅溫和，辣味不青喉，蔬菜爽脆，豬肉軟嫩。我愣住啦，佢係如此平衡。陳阿姨笑住話，根據口味調整，嘗咗再加，冇固定嘅食譜。喺做嘅過程中，小慧解釋話，台灣菜係適應咩季節有咩蔬菜就用咩嘢。我想起中國菜嚴格遵守食譜，兩者真嘅不同。我哋坐低嚟食住紅燒肉，配熱騰騰嘅白飯，細長嘅喺泥米飯。我慢慢咀嚼，味道滲入心底。我問陳阿姨，你賣飯幾耐啦？佢回答50年啦，靠呢個供孩子孫仔讀完咗書。我環顧四周嘅市場，買家同賣家笑住互相打招呼，就好似一家人。嗰日下午，
我哋去學做台灣甜點，芋圓同豆花。陳阿姨喺大鍋裏面煮住米漿，熱氣騰騰，香甜嘅芋頭味撲鼻。我試住揉麵團，手黏和和嘅。佢笑住，慢慢嚟，甜點要軟糯香甜，出嚟嘅甜點軟糯香甜，順口平衡。我開始明白，台灣菜不僅僅係味道，佢係一種社群，一種分享。傍晚，我喺市場裏邊散步，人們買住蔥油餅，喺熱鍋上煎住，奶油嘅香氣飄嚟，撒上雞蛋同蓮魚。我趁熱錫住，外脆內軟。我對攤販笑了笑，佢問：好食嗎？我回答：非常好吃。呢個係我第一次真心講出嚟。嗰日晚上，我返到飯店，打開電腦睇微博上嘅評論，仍然係負面評價，但我不再生氣。我開始搜索更多台灣菜嘅資料，睇到歷史上嚟自印度、葡萄牙嘅香料貿易，但台灣人將其融合，形成咗獨特嘅風味。我打電話俾助手，將回中國嘅機票延後咗3日。佢好驚訝，主廚，發生咩事啦？我回答：我正在學習，聽日我要去郊區嘅有機農場睇睇新鮮嘅食材。我瞓着咗，夢到啦嗰個冒住泡沫嘅台式火鍋，味道仍然留喺嘴裏面。第二日，雙型車帶我離開台北，前往桃園嘅有機農場。路比我想象中順暢，兩旁嘅樹木綠油油嘅，微風透過半開嘅窗戶吹拂，夾雜住泥土嘅濕氣同新鮮嘅草味。司機播放着老式台語歌，男歌手嘅歌聲好嘹亮。我問呢首歌叫什麼，佢笑住話：老歌，主廚喜歡嗎？我點點頭，聽住好舒服。農場好大，綠色嘅稻田隨風搖曳，雞喺地上自由地作食。小維主廚同農場主，一位50多歲名叫阿公嘅男子喺嗰度等住。佢穿住格子恤衫，戴住寬邊草帽。李主廚，歡迎您嚟睇下新鮮嘅嘢。佢帶我參觀咗菜園，紅艷艷嘅番茄仲掛喺藤上，飽滿嘅玉米粒，大片嘅9層塔香氣濃郁。我摘落嚟聞，我問點解要種有機嘅？阿公回答：對健康好，唔使用化學藥品，土地好，植物就強壯，味道先係真嘅。佢摘咗一個番茄讓我嘗，我咬下第一口，甜美嘅汁液流出，天然嘅酸甜。我愣住啦，呢同中國市場上嘅好唔一樣。佢笑啦，從田裏到餐台唔長時間存放。我哋走到雞舍，中式嘅蛋雞自由咁走動住。阿公從巢裏取出新鮮嘅雞蛋，呢個係今天早上我問下嘅。我手裏攞住溫熱嘅雞蛋，蛋殼仲有點濕潤。我想起咗中國超市裏長時間冷藏嘅雞蛋。接住我哋喺田邊嘅涼亭裏準備午餐。阿公點燃咗炭爐，木柴噼啪作響。我哋做咗酥脆嘅煎蛋、蒜蓉炒空心菜同鹹蛋黃。我幫忙切菜，手仲唔太熟練，但好開心。炭火嘅煙味混合住新鮮蔬菜嘅氣味。食飯時，煎蛋外酥內嫩，空心菜爽脆，鹹蛋黃嘅味道順口鹹鮮辣。我慢慢咀嚼，咁新鮮，味道真嘅好濃郁。小慧笑住話：呢就係台灣菜嘅魅力，食材好，簡單烹飪，但味道平衡。嗰日下晝，我哋去睇咗老肉嘅醃製。阿公打開陶罐，一股鹹香嘅味道飄上嚟。醃製3個月，加米酒同鹽。我以前以為佢好臭，但而家聞起嚟香氣誘人。我嘗咗一小塊老肉，味道鹹鮮順口，冇我以前害怕嘅腥味。回程嘅路上，我問小維：台灣菜係如何發展得如此前衛嘅？佢回答：我哋融合咗嚟自印度、中國、葡萄牙，但根據我哋自己嘅情況調整，不拘泥於過去。我沉默咗。我哋嘅中國菜堅守住古老嘅根基，但有時候呢個會讓佢缺乏靈活性。傍晚，我返到飯店，但先去咗夜市。華西街夜市人潮擁擠，但充滿樂趣。賣米粉湯嘅攤位，大骨湯頭香氣濃郁。我點咗一碗，湯頭濃郁，牛肉軟嫩，米粉 Q 彈，辣椒醋酸辣。我飲住熱湯，胃裏暖暖嘅。我獨自一人坐住食，睇住周圍嘅人們，一家人坐喺一齊笑住，孩子們跑嚟跑去，遊客們拍照。我對攤販笑了笑，佢問：主廚係從中國嚟嘅吧？好食嗎？我回答：係我食過最好食嘅。佢開心地笑啦。嗰日晚上，我打開微博睇評論，仍然在批評，但我開始睇到新嘅角度。有人話：去嘗嘗台灣菜吧，新鮮又創新。我第一次喺評論區回覆：我正喺學習，真嘅好病。但接住電話又響咗，助手又打嚟啦。主廚，
我哋嘅店出咗問題，一啲顧客因為比賽嘅影片取消咗預訂。我愣住啦，心裏一沉，我會處理，但喺心裏開始恐慌，我會失去我嘅名譽嗎？我走到陽台，望住台北嘅夜景，燈火閃爍，我想，也許呢個係一個轉捩點。聽日我要去同小慧主廚學習台式火鍋，然後帶返我嘅餐廳改良。我帶住興奮同擔憂睡着咗。新嘅一天，我帶住一種奇怪嘅感覺醒嚟，心跳比平時更快。我再次穿上簡單嘅衫，坐車前往小慧主廚喺郊區嘅家。2層樓高嘅木屋，前面有一個小菜園，雞喺地上自由地捉食，後廚房飄嚟芋頭嘅甜香味。小慧主廚企喺嗰度等住，穿住卡通圍裙，嚟學做台式火鍋吧。主廚，今日特別係海鮮總會火鍋。我笑咗，我想學，帶返我嘅餐廳改良。佢點頭，好啊，台式火鍋好靈活，可以根據食材調整。我哋走進寬敞嘅廚房，瓦斯爐上放着一個大鍋。佢點燃火，火苗竄起。佢從用蝦米同雞骨慢燉咗半小時嘅湯頭開始，濃郁嘅香氣飄散上嚟。接住係薑片、蒜頭、9層塔。我問，點解唔用倒香料？佢回答，海鮮火鍋注重新鮮，用煮嘅讓味道滲透。佢丟入大蝦、魷魚、淡菜、螃蟹、水沸騰，白色嘅泡沫翻騰。接住擠入新鮮檸檬汁、醬油、新鮮辣椒醬同濃稠嘅米酒。佢慢慢攪拌，湯汁呈現紅亮嘅顏色，海鮮嘅氣味混合住濃烈嘅台灣香料，但好順口。我嘗咗一口湯，酸、鹹、辣、濃郁喺嘴裏爆發。新鮮嘅海鮮，但台灣香料嘅味道好濃。佢教我剪新鮮嘅蔬菜、豆芽、空心菜、高麗菜，配海鮮醬汁，用辣椒、蒜頭、檸檬、醬油倒成嘅醬汁。我將蝦子斬咗落去，湯汁滲入蝦肉，軟嫩 Q 彈。我慢慢咀嚼，佢非常新鮮同平衡。佢笑住話，根據自己嘅喜好調整味道，冇對錯。喺做嘅過程中，我告訴佢我喺北京嘅餐廳，顧客喜歡麻辣嘅四川火鍋。佢點頭，你可以試住融合四川嘅麻辣同台灣嘅新鮮酸味。我好興奮，試住加入乾嘅四川辣椒，湯汁變得麻辣，但酸味平衡咗佢。我嘗咗嘗，呢就係融合火鍋。佢笑啦，美食冇國界。我哋坐住食住熱騰騰嘅火鍋配白飯同粗米線。我飲住湯，胃裏暖暖嘅，海鮮好新鮮，味道滲透。我問，你從咩時候開始做菜嘅？佢話從媽媽那度學嘅，佢賣飯團，每日從市場裏面學習。我諗起我自己，從食譜同中國嘅名師那度學習，兩者截然不同。嗰日下晝，我哋去咗附近嘅漁港購買新鮮嘅海鮮。小慧帶我去咗漁船停泊嘅魚市，海水嘅腥味撲鼻而嚟。大螃蟹仍在揮舞住鉗子，虎蝦喺籃子裏跳躍。我挑咗一隻肉質飽滿嘅螃蟹，攤販大聲話：今日朝上啱報流嘅，我討價還價。佢笑啦，中國主廚好會殺價。快到屋企，我哋再次做咗海鮮火鍋，用新鮮嘅食材，味道比以前更濃郁。我拍咗照片發俾助手，試住做呢個。佢回覆主廚，顧客已經喺度問有冇新嘅台灣菜啦。但嗰日晚上電話又響咗，係北京大飯店嘅老闆李成，你輸咗比賽，讓餐廳嘅名聲受損，顧客取消咗預訂。如果唔及時補救，我就會解僱你。我愣住啦，心裏一沉，請俾我一啲時間補救。佢回答：1星期，如果冇改善就結束啦。我掛咗電話，手喺顫抖。我走到小慧家陽台，望住日落，橙色嘅光芒，海面平靜。我想，我會失去一切嗎？我喺廚房裏10多年嘅名譽。小慧走過嚟，點啊啦？我話俾佢。佢沉默咗一陣。主廚，美食唔係競爭，而係分享。如果你真心實意，顧客會追隨你。我淚水盈眶，但我害怕失去一切。嗰日晚上，我瞓唔着，海浪拍打岸邊嘅聲音沙沙作響。我想起咗喺中國嘅家人，女兒仲細，我該點辦？清晨，我起身獨自做咗融合火鍋，混合咗四川同台灣嘅風味，湯頭麻辣但新鮮酸甜。我嘗咗嘗笑啦，呢個就係出路。我打電話俾老闆，我有新菜單，中式台式融合火鍋，下週推出。佢猶豫咗一下，但同意咗，試試睇。如果唔等，就真係結束啦。我轉向小慧，幫我一把。佢笑了。當然，我哋一齊做，但喺心裏，我仍然恐慌。
嚟自中國嘅壓力向我襲嚟，我會成功嗎？決定命運嘅日子好快到嚟，我帶住沉重但充滿希望嘅心情飛返北京。桃園國際機場仍然好似第一日一樣熱鬧，但一次我對向我鞠躬嘅工作人員笑了笑。我提住一個小小嘅手提箱，裏面裝住乾嘅台灣香料、薑片、蒜頭、九層塔以及小慧手寫嘅融合火鍋食譜。飛機起飛，我俯瞰住台北，佢慢慢變小，陽光喺淡水河上閃爍。我心諗呢3日徹底改變咗我。到達北京時已係傍晚，寒冷嘅空氣刺痛我嘅皮膚。我急忙返到屋企，女兒跑過嚟抱住我，爸爸返嚟啦。妻子擔心咁問：點樣啦？我笑了笑，等一下話俾你。但喺心裏，我仍然感受到老闆威脅嘅壓力。第2日早上，我嚟到市中心嘅大飯店，團隊成員用懷疑嘅眼神睇住我，有啲人低聲議論住比賽影片。我召集大家開會，今日我哋要推出新菜單，中式台式融合火鍋。佢哋好驚訝，主廚，顧客喜歡原來嘅麻辣火鍋。我回答：試試睇，呢個將係一項創新。我開始根據台灣嘅食譜，用豬骨同蝦米燉煮湯頭，加入帶返嚟嘅薑片、九層塔，一種新奇嘅香氣飄散到成個廚房。團隊成員皺住眉頭，但開始幫忙。我加入乾嘅四川辣椒，以達到麻辣嘅風味。湯汁沸騰，呈現紅亮嘅顏色。中午餐廳開業，顧客好多，但有啲人取消咗預訂。我企喺門口，笑住歡迎客人。第一批顧客點咗新嘅火鍋。我從廚房裏拔出冒住泡沫嘅湯汁，鍋子裏嘅吱吱聲仍然喺我嘅耳邊回響。第一批顧客坐喺擦得光亮嘅木台旁，我親自遞上菜單，試試新嘅中式台式融合火鍋，燉煮新鮮湯頭，混合咗2個世界嘅風味。佢哋猶豫咗一下，但笑住話：試試睇。我趕緊返到廚房，攪拌住沸騰嘅湯汁，白色嘅泡沫翻騰。我丟入切片嘅牛肉，從台灣緊急訂購嘅冷凍大蝦、魷魚同爽脆嘅空心菜，濃烈嘅香氣撲鼻。四川辣椒嘅麻辣平衡咗檸檬同酸梅嘅酸味。團隊成員將其盛入熱鍋，放喺顧客嘅台上，將肉片蘸入湯汁，滋滋作響。第一位顧客嘗咗一口湯，哇，麻辣但好清爽，一點都不膩。另一個人咀嚼住，牛肉入口即化，味道喺嘴裏爆炸。消息好快喺微博上傳開，李成餐廳嘅新火鍋好食到讓人忘記原來嘅四川火鍋。顧客蜂擁而至，餐廳擠滿咗人。我企喺門口笑住歡迎，笑聲不斷。台灣同中國嘅香料氣味混合在一齊。但接住老闆走入嚟，臉色嚴肅。李成預訂量暴增，但我仲唔相信，等營業結束再說。我點點頭，但喺心裏鬆咗一口氣。傍晚，最後一位顧客離開，我坐落嚟數住銷售額，全部賣光。老闆拍了拍我嘅膊頭：你通過咗，你改變咗我哋嘅餐廳。我淚水盈眶，笑啦，多謝你俾我機會。嗰日晚上，我打電話俾小慧，新菜單大受歡迎。佢笑啦，睇吧，美食係連接心靈嘅橋樑。我沉默咗一陣，一個舊嘅想法浮現：美食不是佔有，而係分享。偉大嚟自於學習，而唔係炫耀根基。我獨自一人坐喺廚房裏，望住仍然溫熱、泡沫漸漸消退嘅火鍋。我想起咗喺台北嘅第一個火鍋，咁係旅程嘅開始。我起身寫咗一張新招牌：融合火鍋，四川遇見紅燒牛肉麵，並增加咗幾道台灣菜。第2日，記者嚟採訪，李主廚，點解改變主意？我回答：因為台灣教我，好嘅美食係讓人微笑嘅美食，而唔係證明邊個更優越。採訪影片傳播開嚟，預訂量暴增，嚟自全中國嘅顧客湧嚟品嘗。我坐喺家道嘅陽台上，望住閃爍嘅星星。我明白咗，普遍嘅真理係成長嚟自於謙遜，向他人學習，然後分享俾世界。但我仲未有結束，我將喺台灣開設分店，以促進美食文化交流。幾個月好快過去，我喺北京嘅餐廳大受歡迎，顧客每日都坐滿。融合火鍋賣得太好，我哋不得不增加火鍋數量。我增加咗新菜單：紅燒肉配北京烤鴨醬，滷肉飯配四川油潑辣子。每道菜都融合咗，但仍然保留住特色。我聘請咗台灣廚師嚟幫助訓練團隊。廚房裏笑聲不斷，台灣香料混合住中國辣椒嘅氣味。我喺上海開設咗新嘅分店，
並計劃喺台北開設分店。小慧經常打電話嚟，李主廚，台灣分店咩時候準備好？我哋幫你找地方。我笑啦，好快，我會親自過去。但喺去之前，我喺北京嘅餐廳舉辦咗一場感謝宴會。我做咗從佢嗰度學嚟嘅第一個海鮮總匯火鍋，湯汁沸騰，白色嘅泡沫翻騰，團隊成員開心地斬住肉片。我舉杯，感謝大家，感謝台灣，佢改變咗我。佢哋鼓掌，我淚水盈眶。嗰日晚上，我寫咗一封信俾女兒，孩子，爸爸曾經認為中國菜係最好嘅，但爸爸學到咗，偉大嚟自於敞開心扉，向他人學習，而唔係固步自封。你要永遠保持謙遜同分享。我寄出咗信，仲有禮物台灣甜點同乾香料。女兒回覆，爸爸，我想同你一齊去台灣。我笑咗，全家要一齊去。我再次飛往台北，桃園國際機場仍然好熱鬧。我走咗出嚟，濕熱嘅空氣撲面而嚟，但我笑啦。小慧嚟接我，歡迎返屋企。我哋開車去華山市場，嗰度嘅老市場。我揾到咗開分店嘅地方，一棟河邊嘅老木屋。屋主笑咗，中國主廚咩？歡迎租用。我重新裝修咗餐廳，混合咗中國同台灣嘅風格。木台，牆上裝飾住中國燈籠同芋頭葉。開業第一日，台灣顧客同埋遊客蜂擁而至。我企喺門口鞠躬歡迎，您好，笑聲不斷。陳阿姨嚟品嘗，定係一樣好食，但融合咗中國嘅風味。好病，農場嘅阿公帶嚟咗新鮮蔬菜，用我哋嘅吧。我擁抱咗佢。多謝您。餐廳好快走紅，台灣記者嚟採訪，李主廚，點解喺呢度開分店？我回答，因為台灣教我，美食係愛同連接，而唔係競爭。影片傳播開嚟，我成咗中台美食文化嘅橋樑。我坐喺淡水河邊，傍晚時分，夕陽金黃，我諗起第一日嚟時嘅傲慢，現家我好謙遜，好快樂。我明白咗，普遍嘅真理係真正嘅成長，嚟自於放下自我，敞開心扉學習，然後分享俾更廣闊嘅世界。一年好快過去，我喺台北嘅分店成咗中台美食愛好者嘅聚集地，顧客每日都坐滿，中國遊客蜂擁而至品嘗融合火鍋，台灣廚師嚟實習。我組織咗工作坊，教授風味嘅融合，廚房裏笑聲不斷，薑片嘅氣味混合住麻油嘅香氣，我企喺嗰度自豪咁微笑。小慧成咗我嘅合夥人，我哋計劃開設一所亞洲融合美食學院。嚟自中國同台灣嘅年輕人一齊學習，我教中國燉湯，佢教台灣醬料，佢哋喺混合錯誤嗰陣大笑，但從錯誤中學習。我嘅家人部分搬到咗台灣，女兒上咗國際學校，佢講住流利嘅台語。爸爸，我喜歡蚵仔煎多過麻辣火鍋啦。我笑咗，好好，孩子永遠敞開心扉。妻子喺分店開咗一家台灣甜點店，賣芋圓豆花。台灣顧客好喜歡嗰種中國式嘅軟糯甜味。有一日，我舉辦咗一場大型活動，喺淡水河邊舉辦咗亞洲融合美食節。大舞台，中國燈籠同台灣天燈混合埋一齊，食物攤位一字排開，中式海鮮，北京烤鴨咖喱，滷肉飯配四川麻辣花生，人潮擁擠，遊客們拍照，台語歌同中國笛聲回盪。我走上舞台，舉起杯子。我曾經認為中國菜係最好嘅，但台灣教我偉大來自於學習同分享。美食不分國界，但連接人心。掌聲雷動，小慧喺我身邊笑住，我哋成功咗。陳阿姨同阿公亦嚟坐住食飯。李主廚改變咗好多，我鞠躬，多謝你哋教我。我哋坐住吃住熱騰騰泡沫翻騰嘅火鍋，湯汁滲入心底。我嘗咗最後一口，開心地笑啦。嗰日晚上，我獨自一人喺河邊散步，星星滿天，船隻緩緩漂浮。我向水中投咗一枚硬幣，祈禱美食繼續連接世界。我經常回中國，喺嗰度舉辦工作坊。中國孩子對台灣香料好興奮，佢好新鮮。我笑咗，係嘅，佢教我哋謙遜。而家我係新嘅李成，不再係傲慢嘅主廚，而係一個分享者。我成立咗基金會，促進亞洲融合美食，幫助亞洲年輕廚師。每當我坐着食着泡沫漸漸消退嘅火鍋時，我諗起喺台北嘅第一日，嗰係永無止境嘅旅程嘅開始。台灣不僅僅係一個國家，佢係一位老師，教我謙遜、新鮮同分享。咁就係真正嘅奇蹟。我舉起火鍋，為融合嘅亞洲乾杯。
大口喝下，味道永遠順口咁滲入心底。